目前是红黄狗这种绿浸生团的季节，台南的社区大厦就发起盐水溪护浸的行动，要来帮助有两个母浸过马路，安全来生团后一代。伫拜六甲礼拜这2天都有70外个志工来参加，成功保护6只红黄狗过车路。志工嘛发现讲，今年的母浸较细只，可能是甲生团地减少有关系。 天色渐渐变暗，大阵志工大家开始集合，准备展开保护绿溪行动。目前拄好是绿溪红黄狗的生团期，台南社大伫顶礼拜6礼拜发起保护绿溪行动，吸引着70个志工来响应，成功保护着6只绿溪。去年就已经有了，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护蟹的那个牌子，要不然平常我们看到带小朋友看到螃蟹的机会，通常都是去渔港啊，这是在贩卖，比较少看到这种算是野生的。 对啊，尤其是在这个比较都市的地方。成功保护着绿溪是真欢喜，不过不是大家拢会当逃过死劫。当年7月到8月是绿溪红黄狗的生团期，一只会抱2抱10万粒。不过定定伫咧过大路的时阵去互车搞死，无法度顺利去海里放卵。环保团体就表示，亲像目前正在进行的河围路5段延伸工程，就无顾虑到这款的生态需求。渔温的边坡这边做了垂直面的水泥护岸。 然后这些护岸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凶狠圆左蟹没办法爬上来，抓到的个体都明显的缩小，它的背夹最多顶多就是5到7公分左右。那去年我们都还可以发现到是10公分以上比较大的个体。台南市工务局表示，河围路的延伸工程按算伫个年底完工，针对环团所提出来生态问题，卖招专家去会勘。 这个来建议要怎解决？目前公务局在道路下面有向涵连通两边的渔温，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会再请专家学者来一起检视，看如何来加强。 台南社大讲师吴仁邦认为，今年的红黄狗比以往拢较细只，数量嘛较减少，可能是受到工程的影响，生态地缩小所造成的，是一个族群生态警示。呼吁政府在检讨当地环境保护措施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兼顾着生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